Step 1 安裝說明，層架說明。櫃體內部有3層支撐架，根據奶瓶高度不同，調節層架和層籃，保證控乾及消毒效果。建議擺放方式：第一層，層架上擺放奶瓶配件、餐具、小玩具等；第二層，層架上擺放奶嘴，奶嘴向上；第三層，層籃內擺放奶瓶奶蓋，奶瓶口向下。濾芯說明：安裝新的抗菌濾網前，請拔下電源，拆開濾網包裝，取出濾網，將濾網扣在消毒櫃背後封口處，注意卡扣位向下扣住，插上電源通電，正常使用即可。Step 2使用說明：接通電源後，機器顯示面板全亮後熄滅，進入通電狀態。通電狀態下，短按開關鍵，螢幕顯示橫線，進入待機。Auto 模式 Auto 模式待機狀態下，短按 Auto 模式按鍵，運行自動功能控乾加消毒。運行時 Auto 模式按鍵常亮並開始倒計時。短按可循環切換工作時間，如需調節溫度，可短按 Heat 模式按鍵，選擇低溫溫度或標準溫度。工作完成後，自動進入 Store 模式。若要調整保管時間，則再次短按 Store 按鍵。Dry 模式 Dry 模式待機狀態下，短按 Dry 模式按鍵，單獨運行控乾功能。運行時 Dry 模式按鍵常亮。開始倒計時，短按可循環切換工作時間，如需調節溫度，可短按 Heat 模式按鍵，選擇低溫溫度或標準溫度。工作完成後關機，如需保管，工作過程中，短按 Store 按鍵，選擇所需要的保管時長。負離子 UV 模式，短按負離子 UV 模式，同時運行紫外線加負離子。運行時負離子 UV 模式常亮並開始倒計時。短按可循環切換工作時間，如需保管，工作過程中，短按 Store 按鍵，選擇所需要的保管時長。負離子 UV 模式時，可翻開可摺疊視窗，查看消毒狀況。Heat 模式Auto 模式或 Dry 模式下，短按 Heat 模式，可選擇標準溫度或低溫溫度。Store 模式待機狀態下，短按 Store 模式按鍵，運行 Store 功能。運行時 Store 模式按鍵常亮並開始倒計時，短按可循環切換保管時間。Night 模式運行狀態下，可短按 Night 模式按鍵進入夜間模式。此時 Night 模式按鍵和亮起的屏幕將降至到微亮，底部氛圍燈熄滅。如需點亮，可再次短按 Night 模式按鍵。Step 3故障排查，故障現象顯示原因：顯示 E1 NTC 開路，顯示 E2 NTC 短路，顯示 E4 連接線通訊故障，顯示 E5 NTC 或連接線通訊故障，顯示 E8 風扇故障，顯示 E9 NTC 或風扇故障。